為了徹底解決麻豆區飲水惡夢，地方期待真久的河華治理傳來好消息，包括總衙甲東北勢排水工程，市府已經爭取中央5億3000多萬，將大規模拓寬加關，打造一條防汛安全防線。當地居民一聽到開工，嘛前來聽出簡報，對着避免飲水甲農損鬆了一口氣。每當將軍溪漲潮，又逢初一十五下大雨的時候，附近居民這個幾個村落都水深及膝及腰，苦不堪言了。所以麻豆大排以及總的排水的整治刻不容緩。用地有超1.75億，那個工程費差不多3.6億了所以咱加起來5.35億。就是講咱就是趕緊要來把這個總衙排水。東北市排水趕緊來甲改善好。上重要的目的就是講保護咱遮的農民啦咱遮農民攏總偌濟人呢，咱遮住戶差不多攏有7000人。該治水工程市長吳偉霆4號嘛親自到場主持開工祈福，治水利團隊甲民代貴賓的見證，除了要大大提升總衙甲東北勢排水通風能力，配合生態工法，嘛要達到清水的標準。因為我們這邊在過去如果還沒有建立起這個排水跟相關的水利工程，一淹就直接淹到農民的幼稚園，那對於農民的生產生計影響很大。所以呢，非常感謝我們中央還有一個感謝我們地方我們議會通過的墊付案，那能夠讓工程順利展開。解決麻豆北勢里甲重要文旦產區的治水工程，預計116年底完工，全面守護民眾甲農民的生命財產安全。台南新聞軍事採訪報道。